近期美國就業市場顯著降溫，最新通脹數據亦顯著低過預期，削弱咗加息嘅迫切性。預計聯儲局第三季將採取審慎觀望態度，暫時按兵不動，並將觀察期至少延長至今年10月份，但仍需密切注視通脹數據嘅走勢。香港方面，如果美聯儲繼續按兵不動，銀行最優惠利率亦將維持不變。拆息方面，預計一個月拆息將持續在2厘至3厘之間反覆徘徊，即新造 H 按實際息率普遍維持在3.25厘水平。根據經絡統計，今年首次推售嘅新盤樓花中，大部分買家傾向採用即供付款，相關數字將於下半年陸續反映於樓花按揭登記。預計下半年樓花按揭宗數有機會追落後，全年樓花按揭登記宗數達至約6500宗，即與去年相若。現樓按揭方面，預計下半年二手市場將保持平穩，料全年現樓按揭登記可達至約78000宗，較去年增加約2成，挑戰近4年全年新高。下半年銀行對住宅按揭業務將持續積極，不排除根據自身條件繼續調整按揭相關優惠，以爭取全年按揭業務。預計下半年住宅按揭市場將穩步上升，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數可達約58000宗，挑戰近4年嘅全年新高。